最近天氣真係好熱啊！如果日本旅行嘅話呢，或者會開始見到浴衣嘅蹤影嘅。冇錯，今日玩具開箱片嘅主角，當然又係我嘅最愛，戀上換裝娃娃嘅喜多川海夢。もしかしてうなじにベタにドキッとしちゃったけ？大家好，又係我香口靠。今日要開箱嘅係喜多川海夢浴衣 version 1:7比例 figure， 佢係由角川出產嘅，屬於 KD Collect 系列，價格為21,780 yen。原定嘅發售日期呢就係2026年嘅2月嘅，最後延期咗5月底先正式推出。佢個外盒呢都好靚嘅，佢採用咗開窗式嘅設計啦，高32.5 cm， 闊15 cm。盒嘅四面都印咗呢個產品嘅相嘅。呢個盒嘅深度係13.5 cm。打開個盒睇下裏面有嘅嘢啦，裏面有一張組裝說明書啊。喜多川海夢嘅本體，佢個手袋，一隻可替換嘅左手手臂同埋蘋果糖，仲有一塊黑色圓形嘅底座。喜多川嘅鞋底呢就有啲窿仔嘅，將底座嘅支柱插返喺鞋底對應嘅窿仔，其中最長嘅小鐵柱呢就係安裝喺左腳嘅。喜多川嘅手腕位置呢都有兩個小插孔，注意一下手袋嘅前後方向啦。將手腕帶上面嘅卡榫呢安裝喺手腕嘅插孔，就組裝完成噶啦。連埋個底座，呢個喜多川海夢浴衣 version 1:7比例 figure， 大約高25 cm。喜多川就身穿黑色嘅浴衣啦，配搭紫色嘅腰帶，雙腳就着上咗木屐嘅，手提一個竹編手袋，係非常經典嘅浴衣組合啊！呢個造型登場於漫畫嘅第38集，動畫第12集。當時喜多川呢就約咗阿五條君參加夏日祭嘅，時刻都不忘展現魅力，而且咩活動都會全力以赴咁樣樂在其中嘅喜多川呢，當然會着同夏日祭最相襯嘅浴衣啦。我哋近距離睇下喜多川海夢嘅面容啦。之前我都講過好多次噶啦，我覺得喜多川最有魅力嘅呢係佢笑起嚟嘅時候呢，眼睛呈彎月形嘅。今次嘅眼睛比平時彎得更犀利啊，增添咗一啲妖艷嘅感覺。五官都上色得唔錯嘅，寶紅色嘅雙眼畫得好靚啦，嘴唇就採用咗反光顏料，令佢顯得更加水潤嘅。可惜嘅係呢，面頰嘅部分就冇油上微微泛紅嘅效果。不過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啦，因為之前入手過 Anyplex Plus 同埋 Good Smile Company 出產嘅高質量 figure 呢，加上今次呢個浴衣造型啊，係喜多川喺度回眸一笑，所以正面睇呢個 figure 嗰陣呢，會覺得面部有一啲啲崩嘅。另外今次喜多川側邊嘅髮絲係微微咁樣捲曲噶啦，佢又好好咁樣重現翻髮腳漸變成粉紅色嘅效果。喜多川嘅頭髮係金黃色嘅，髮尾漸變成粉紅色。今次喜多川就綁咗一個大大嘅丸子頭啦，所以丸子嘅底部呢就油咗粉紅色嘅。但係唔知點解呢，佢成隻耳仔都油咗淡淡嘅粉紅色，呢個地方就有一啲啲突兀。個人認為耳朵同埋頭髮嘅雕刻細緻度都唔太足夠㗎，呢方面呢仍然有好大嘅進步空間。呢個浴衣造型其中一個賣點呢，就係喜多川露出咗後頸啦。五條君都因為見到喜多川嘅後頸呢而感到怕醜嘅，所以喜多川就決定露骨咁樣展示後頸。不過喺原著漫畫裏面呢，其實就唔係真係咁露骨嘅啫，淨係得一格，而且對話框佔嘅空間係比較多嘅。動畫就加咗分鏡同埋喜多川嘅小動作啦，令佢露骨咁樣展示後頸呢個行為更加刻意啊！呢個係動畫組呢其中一個改編得好好嘅地方。傳說浴衣底下呢係真空嘅，睇呢個 figure 呢就無從考究啦。不過喜多川着浴衣嘅時候呢，佢嘅就顯得有啲細，有啲可惜。重現翻原著啦，浴衣上面印咗梅花嘅圖案，衫袖同埋衣服邊緣嘅位置就做得有啲厚，不過摺痕就做得幾自然立體嘅，整體嘅做工係唔錯嘅。可能係我要求有啲高啦，我希望佢可以咧喺腰帶度雕刻一啲摺痕嘅。雖然漫畫同埋動畫呈現嗰陣都係冇摺痕，但係搬到去3次元嘅 figure 咧，完全冇摺痕嘅話咧，睇嚟就有啲奇怪。而且腰帶背後嘅蝴蝶結咧都做得有啲粗糙嘅，所以我認為呢件浴衣嘅腰帶咧係呢個 figure 美中不足嘅地方啊。
手指部分就做得好精緻，喜多川就留有比較長嘅手指甲啦，而且油咗粉紅色嘅指甲油，指甲油都採用咗反光嘅顏料。喜多川嘅手袋都做得好精細嘅，竹編手袋配搭束口袋呢係好典型嘅組合。竹編手袋上面嘅紋理呢，令佢睇起嚟更加逼真嘅，放喺裏面嘅束口袋呢，都係適當嘅位置油上咗陰影。同手指一樣啦，喜多川嘅腳趾甲都係採用咗反光嘅顏料，不過腳趾同埋木屐部分呢就做得有啲粗糙啦，邊緣位置就出現咗殘留咗啲塑料毛邊嘅問題。雖然唔係好明顯啊，但係我唔期望一個超過2萬yen嘅 figure 呢會出現呢種低級問題啊。最令我覺得佢唔夠誠意呢係佢個底座，佢只係一個圓形黑色嘅，即使佢唔係一個特殊場景嘅底座啊，起碼都應該喺上面設計一啲圖案啊。最後就更換喜多川嘅左手啦，先將蘋果糖放喺嗰隻可替換嘅左手裏面，將原本嘅左手手臂拆落嚟，更換成攞住蘋果糖嘅左手就得噶啦。之前我都講過嘅，一個 figure 嘅小道具呢，可以為佢加唔少分。不過今次呢個蘋果糖呢，就冇帶嚟咁嘅效果啦。蘋果糖下面嘅竹籤呢，做得太粗啦，按照比例嘅話呢，已經算係木棍啦。另外，如果蘋果糖紅色嘅部分包一層透明嘅膠嘅話呢，效果會更加好。今日有關角川嘅喜多川海夢浴衣 version 1:7比例 figure 嘅開箱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總括而言啊，呢個 figure 做得好靚嘅，對浴衣造型嘅喜多川嘅還原度都好高，而且都冇啲咩肉眼可見嘅瑕疵。不過只能夠話呢係合格多啲嘅啫，未能喺我心目中攞到好高嘅分數。以前我都入手過角川嘅 figure 嘅，質素都係偏向普通。不過因為嗰次係買 Blu-ray 嘅特典產品啦，所以當時我都唔係話太過 care 嘅。今次呢個喜多川海夢浴衣 version 呢，價格係偏高嘅，超過咗2萬yen。雖然我喺 Amazon 訂購啦，退稅再加免運費，再有最低價格保證之後呢，只需要17,000yen多啲啫。正如我成日攞嚟比較嘅 Aniplex Plus 同埋 Good Smile Company， 喺同樣甚至係更低嘅價格所出產嘅 figure 呢，角川明顯有好大嘅進步空間㗎。最後我都循例講下戀上換裝娃娃嘅內容啦。喜多川喺好早嘅時候呢，就已經愛上咗五條君噶啦，但係個人認為五條君愛上喜多川嘅時間點呢，正正係喜多川着住呢件浴衣參加夏日祭嘅時候啊。喺煙花盛放嘅背景襯托住美人，五條君喺度慨嘆住呢，如果唔係遇到喜多川，可能每一年都只會困自己喺間房度。呢個場景毫無疑問係五條君暈船嘅一瞬間，只不過喜多川突然間伸條藍色嘅脷出嚟，將阿五條君嚇到瞬間冷掉啊！類似嘅情況呢，其實都發生過好幾次嘅。喜多川呢，總係喺五條君差唔多墮入愛河嘅時候呢，突然間做出反常嘅行為。如果唔係啊，戀上換裝娃娃呢，可能會更快迎嚟大結局啊！最後嘅最後，我再講一個題外話啦。原本因為喜多川仲未完成暑期作業啦，佢老豆呢就唔俾佢參加夏日祭嘅。漫畫嘅原著裏面呢，喜多川嘅老豆係出現咗喺屋企嘅，而動畫就用打電話輕輕咁帶過。喜多川嘅老豆呢，唯一出場嘅機會都被換去咗啊！即使第二季有喺喜多川嘅回憶出現過啦，都冇為佢聘請聲優嘅。如果要幫喜多川嘅老豆揾個聲優呢，我希望會係子安武人。我覺得子安武人嘅聲線同埋氣場呢，都同喜多川嘅老豆好夾噶。希望 Coververse 聽到我嘅訴求啦。呼びたかったらお父さんって呼んでもいいぞ。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嚟緊我會拍更多嘅玩具開箱片嘅，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 follow 我嘅 IG， 我係香口靠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